大家好，我係 Margaret，今日為大家介紹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714。股份公開發售日期為2026年1月29號至2026年2月3號10點，暗盤日為2月5號，上市日為2月6號。保薦人摩根士丹利、中信證券、高盛，招股價少於等於39港元，每手股數100股，一手入場費大約3939.34港元，集資規模大約106.84億港元，市值大約2237.32億港元。牧原股份引入 Charon Pork Foods、豐益、中化香港、香港裕農國際、嘉皇環球資產管理亞洲有限公司、富達基金、Perseverance Asset Management、上海高毅同華泰資本投資有限公司同高毅場外調期有關。平安人壽保險、大家人壽、UBS AM Singapore 美嘅發展控股 BVI、Millennium、Jane Street 為基石投資者，認購金額685萬美元。佔發售股份嘅概約百分比大約為50%。公司由 A 股002714SZ 以2026年1月28號 A 股收盤價計算 ，HA 折讓為23%。牧原食品係一家科技驅動嘅豬肉龍頭企業，係智慧生豬養殖嘅領航者。憑藉30幾年嘅深厚經驗，公司成為生豬養殖行業嘅領導者。採取嘅垂直一體化商業模式已經覆蓋生豬肉種、生豬養殖、飼料生產、屠宰肉食嘅生豬全產業鏈條。根據弗約斯特沙利文統計，自2021年起，按生豬產能同出欄量計量，公司係全球第一大生豬養殖企業。生豬出欄量連續4年全球第一。按生豬出欄量計算，公司嘅全球市場份額從2021年嘅2.6%增長到2024年嘅5.6%。喺2024年已經超過第2至第4嘅市場參與者嘅合計市場份額數。根據弗約斯特沙利文統計，按屠宰頭數計量，公司喺2024年嘅屠宰同肉食業務位列全球第5，中國第一。按照收入計量，2021年至2024年間，公司嘅屠宰肉食業務嘅收入複合年均增長率居於中國大型同行業企業之首。公司收入主要來源於生豬同屠宰肉食業務。綜合損益同埋其他全面收益表概要方面，截至2025年9月30號止，9個月公司收入為1117.9億元，毛利率為18.7%，期內利潤為151.12億元。按業務分部劃分嘅收入方面，生豬業務收入為1095.16億元，毛利率為18.4%；屠宰肉食業務收入為318.13億元，毛利率為2.2%；其他收入為31.7億元，毛利率為2.6%。喺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方面，公司計劃大約60%將會用於挖掘海外機遇，擴大商業版圖；大約30%將用於喺未來3年通過研發投入，推動全產業鏈技術創新，以鞏固公司喺肉種、智慧養殖、營養管理同埋生物安全方面嘅競爭力；大約10%將用作營運資金同一般企業用途。從投資角度嚟睇，新股部門給予2714新股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星評價。作為全球生豬養殖龍頭，牧原股份憑藉行業領先嘅成本控制能力、全產業鏈佈局同埋全球化戰略，具備穿越豬週期嘅長期價值，適合長期配置。從投機角度嚟睇，新股部門給予2714新股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星評價。短期受益於 H 股上市流動性改善、豬價週期拐點預期同埋行業產能去化加速，存在事件驅動型交易機會，但需警惕豬價波動同埋市場情緒變化風險。綜上所述，公司建議嘅認購策略為孖展認購。本人李曉賢為證監會持牌人士，以上內容純屬個人意見，唔構成買賣邀約。